端午節同父親節3日假期去邊度玩好呢？嗱，我哋有個限定特別節目，就係雙星端午頌父恩晚宴，中年好聲音歌手坐鎮嘆5星嘅酒店，食盡靚嘢啊！大家好，我係周老闆。呢次美味假期特別安排咗一個節目，6月20號就舉行㗎啦。誠意邀請咗中年好聲音2實力唱將黃鶴林、劉可連袂獻唱，一共有6條線路，有 A、B 區2種坐席嘅，唔同嘅線路當然有唔同嘅坐席啦。當日呢，全部匯聚喺中山小欖宮美味假期獨家嘅餐廳嗰度舉行嘅，一邊聽住動人嘅音樂，一邊享用呢個金獎名菜石劫龍眼宴當造啊！而且現場仲有四川變臉啊、魔術表演啊咁樣。當然啦，一啲精彩嘅舞蹈演出梗係唔少得㗎啦。咁有啲朋友擔心喎，哇！你嗰日咁多人咁多團，到時食飯住宿咁咪好逼好多人咯咁。放心啦，跟美味假期我哋一早提前晒幫你哋諗好晒㗎啦。每個團基本上食住都會分開嘅，唔使擔心呢個問題。住嗰方面呢，更加有好嘢啦。6條線路入邊呢，分別入住國際品牌嘅溫德姆啦、萬豪酒店啦、Holiday Inn假日呢啲咁嘅酒店，環境舒適，住起上嚟零舍舒服啊！食嗰方面更加誠意滿滿啦，園林式嘅私房菜、德雲居海鮮自助晚餐酒店入邊食嘅喎，仲有老字號嘅有記私房菜啦，而且呢啲線路仲可以親手摘水果、摘荔枝，哇！自己親手摘嘅零舍甜過人嘅。總括嚟講，今次端午節、父親節3日假期嘅專場，食住玩一條龍，陪你屋企人過一個難忘嘅節日。過咗今年就要等下一年㗎啦。想知道詳細嘅線路，快啲打我哋熱線電話26501628，或者到我哋各大分行諮詢報名啦。多謝晒。